讲到种薰草，伫台湾有百多年的历史啊。上届兴的时阵，种植面积捌超过1万公顷，家己的薰草种作嘛有3000公顷的记录。也因为产业的状态改变，在地薰农是愈来愈老，薰楼也一间一间放伫咧远。家己县政府即马也出版头一本薰草产业的文化影像册，要记录这项的产业历史。一张一张伫薰田内底的相片，记录家己薰草产业的过去甲今嘛。本身嘛是薰农第3代的摄影师，为少年的时阵就开始记录社区内底农民的生活。伊讲台湾种薰的历史百多年，袂当互这段记忆消失。那历史就是写台湾的烟叶史跟嘉义的烟叶史，影像的部分就是我这个30年来所拍到的照片，我把它做一个集结、汇整跟精选。家己过去有全台第3大的薰草区，种植面积捌有3000公顷。百多年来，薰草产业渐渐落寂，家己县政府趁老薰农各地咧，用相片甲文字，赶紧把这段家己山区的历史记录落来。一个影像啊，也是记录着我们嘉义县整个发展的一个记录。那在我们文化部，事实上他也在推国民记忆库，他所讲的就是这个，就每一个民众的生活日常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，所以我们出了这本书。我拢一直甲人放花种薰，种到即马人收长甲无种尔。即马你买倒来，互阮遐师姐看，阮师姐讲，妈，你来买一顿有啦，要倒来互我看，倒来互我依早安那种薰安辛苦来安尼。除了整理相片出册，作者嘛整理徛街附近一区田，内底有种1200丛的薰草，提供予大家观赏。看到这一丛一丛比人搁较悬的薰草，作者表示，希望这的薰草会当予人会记得这片土地捌发生过的故事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